第4篇，无常是生活的导师。林晓英，无常是生活的导师，伊教咱爱珍惜身躯边的一切，才袂有遗憾。自早就知影人生无常，毋过一直到10多年前，失去上亲的阿母迄时，我才深深感受到无常所带予我的惊吓甲心痛。后生的旧历生日，和阿母拄好差1天尔。自伊出世，逐当拢是和阿嬷手牵手做伙切鸡卵糕，欢欢喜喜食青草。妈孙仔两人感情是有够密的啦。阿嬷爱食白皮鱼，后生嘛是无白皮鱼毋食。阿嬷爱看连续剧，伊就逐暗坐伫边仔陪老伙仔看，哪看哪对咧学讲话，不时阁会听到因比手画刀咧讨论剧情，有够深刻的。捌听士大人讲过，人若要离开世间之前，拢会有一寡无法度解释的行为。迄时，阿母开始逐早起坐伫红架道边，安详自在咧念经。顾在我驶车载伊四界爬走，连喊得去的亲家兜嘛缀咧去烧借问。迄年的新历11月初，阮姊妹仔烧借要来甲阿母甲阮后生做生日，大家伫餐厅哪食哪开讲，翕相。到要切鸡卵糕的时，阿母雄对大家讲：今年我无爱甲阮孙做伙切鸡卵糕，我想要请大家另外食一顿澎湃的。大汉小妹随话声讲：好啊好啊，安尼又阁有好料的通食。我就讲：我看喙食4分，紧诶来敲一个时间咧。就安尼，大家十喙九尻川，上尾敲好2礼拜后要来食青草。过顿工早起，我送早顿去互阿母食，伊讲伊头壳足痛，我随送伊去病院。谁知影，这煞是阿母甲我讲的最后一句话。3天了后，阿母就来离开啊！哪会安尼？我还有足侪话还未甲阿母讲，还未好好友好阿母呢。阿母，你哪会当啥物话拢无交代，就来离开咧？前一天要和大家好势咧开讲，即马煞是一个冰冰冷冷的身躯。阮姊妹目屎甘目甜来安排后事，就伫和师傅选定出山时辰的时，我雄发觉出山迄一天，就是阿母进前决定要请大家食青草的日子。原来阿母早就已经决定好伊人生要煞过的日子，只是大家拢毋知。
人生有偌长，咱无法度掌握。珍惜和每一个所爱的人斗阵的时间，才袂有遗憾。